大家好，你係咪每個月都要打好多字？例如做簡報、覆電郵或者做筆記？如果係嘅話，今日呢個分享你真係唔可以錯過。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實用嘅技巧，保證幫到你提升工作效率。老實講，你係咪成日覺得腦袋諗嘢嘅速度快過你手指打字嘅速度？呢個應該係好多人共同嘅煩惱。咁有冇解決方法呢？當然有啦。答案就係語音輸入。你可能會覺得語音輸入咪就係方便啫，但係其實而家嘅技術已經唔只係方便咁簡單，而係一個真正可以幫你提升工作效率嘅必需品。你講嘅廣東話可以準確即時轉成文字，而廣東話語音輸入技術而家已經非常成熟。今日嘅分享，我會一步一步教大家點樣喺 Windows、Mac 同 Chrome 瀏覽器3個平台 set 定好廣東話語音輸入。微軟視窗平台 Windows 11本身內置語音輸入功能，根據以下2個步驟：一、去 set 定時間與語言輸入，確保語音輸入功能已經開啟；二、再去語言與地區加返廣東話做主要語言，並確認支援語音功能。注意，你需要下載同埋安裝文字轉語音 Text-to-Speech。完成之後，無論你係 Word 定係瀏覽器，只要按 Windows 鍵加 H，語音輸入面板就會彈出嚟，即刻可以開始講。要注意，電腦偵測嘅語言會同你嘅輸入語言一樣，所以你需要將你嘅輸入法變成中文嘅輸入法，例如速成。如果你嘅輸入法只係得英文，咁佢嘅偵測亦都會係英文。如果你想打字打英文，偵測就偵測廣東話呢，其實可以好似張圖咁樣，將輸入設定為速成，而模式就設定為英語 English Mode， 咁就可以噶啦。小貼士，講嘢保持正常速度，清晰就得。盡量使用句子或者詞語，因為單字有好多同音字，電腦未必知你指邊一個字。用有咪嘅耳機收音會好啲。Mac 平台，我推介一個第三方工具 Spokenly， 好多用家話佢準確度非常高，仲比 Apple 自家聽寫功能更好。最大優點係非常重視私隱。Spokenly 用本地模型運行，所有錄音都唔會離開你部 Mac， 即使冇網絡都用到安全可靠。更勁嘅係佢嘅 AI 功能，自動修正文法、排版格式，幫你總結長文章啊，同埋可以喺 Mac 上面任何可以打字嘅 App 使用，真係無縫整合 Chrome 瀏覽器平台。最後要介紹嘅係 Voice-in 擴充功能。根據數據啦，手動打字速度係1倍， Voice-in 可以快到3倍， Spokenly 更加快到4倍。用法好簡單：一、去 Chrome Web Store 安裝 Voice-in；二、喺任何網站，例如 Gmail、Facebook Post， 文字框 Right Click 選開始錄音；三、講完之後再 Right Click 選停止錄音，搞掂。Voice-in 支援超過1萬個網站，要留意免費版只可以喺 Chrome 瀏覽器用，如果想喺台面 App 例如 Word 用，就要考慮其他工具。係咪總括嚟講呢？ Windows 用家內置功能已經夠用，最重要係免費。Mac 用家追求準確度同私隱， Spokenly 係首選。Chrome 用家 Voice-in 幫你大幅提升效率。諗下，當你每日慳返咁多打字時間，可以用嚟做更有創意嘅工作，或者準時收工陪下屋企人啦。今日嘅筆記我會放喺下面資訊欄，歡迎免費下載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分享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有按埋個鐘仔。如果你對其他提升效率嘅 AI 主題有興趣，一定要留言話俾我知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